在地人在地前，带咱来耍水。热天下耍水有无同的耍法？台中的潭子有一场水上食疗宴会，大细汉囡仔哪耍哪画图，规水池啊变甲五花杂色，消暑佮兼趣味。五花杂色色水，在伫咧水球含水池内底，大人囡仔伫咧水池内底耍啊真欢喜。台中市机关含在地真济单位合作，举办水上 party 活动。跟平常完全不一样，今天是有加颜色的，小朋友没有玩过。这一场水上 party 唔单是耍水尔尔，有老师咧带亲子同齐走款，佮有接入加几啊游戏，大人囡仔拢感觉真新鲜。感受这个夏天哦，那其实我们并不是开放式让小朋友自己自由发挥，我们是有透过老师带领。那老师带领的环节当然会结合包含就是小孩感恩的部分这样。那希望说寓教于乐，让今天的活动更有意义。后来就会结束这场水上活动，和亲子拿生个笑嗨嗨，马老下美丽欢笑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